你是中彩票了吗？为什么来这么贵的餐厅啊？女追男隔层纱，你懂不懂啊？要不晚上你找个好点的餐厅约他见个面，然后话题合适的话，你就表白试试。其实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哎，谢谢。可惜了，第一次出场就壮烈牺牲。对啊，你今天穿的很不一样，为什么要这么正式？这条裙子是小七送给我的结婚礼物。所以你想说什么？爸妈在问婚礼的事儿。我们就有1年的婚约，没必要大费周章办婚礼。可是父母不是这样想啊。我能不能管你要一样东西啊？是吗？戒指。我们没有办婚礼，父母已经很失望了。要是连婚戒都没有，他们肯定会起疑心的。戒指这么有意义的东西，我可不想让它成为一个道具。把手拿过来。先凑合戴一下吧。幼稚。幼稚？那我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是更幼稚。